濕地係泛指水陸交界嘅地方，對好多生物係一個好重要嘅自然環境。而香港嘅濕地亦都孕育住好多物種，係好多生物嘅屋企。講到香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濕地，就一定係米埔自然保護區啦。米埔自然保護區位於香港西北面嘅內后海灣，自1983年開始就一直由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負責管理。呢度有非常多樣嘅濕地生境，包括泥灘、紅樹林、蘆葦叢、基圍、淡水沼澤以及鄰近嘅淡水魚塘。由於米埔以及鄰近嘅後海灣係好多候鳥遷徙嘅中途補給站，每逢冬季都有過萬隻候鳥飛到米埔度冬。呢度亦被稱為候鳥天堂。除咗雀鳥，米埔唔同種類嘅濕地亦都為各種生物提供合適嘅環境，例如彈塗魚、招潮蟹、各種昆蟲。所以米埔嘅生物多樣性係非常豐富㗎。濕地嘅生物多樣性越高，先會有更健康同完整嘅生態系統。我哋用米埔自然保護區嘅基圍做例子，基圍入面嘅水係嚟自後海灣嘅鹹淡水，連帶各種蝦苗、魚苗。呢啲水中生物會進食紅樹嘅落葉長大，然後再被其他陸上動物或者候鳥捕食。成個生態系統由生產到消費，到捕獵與被捕獵，形成一個豐富又複雜嘅食物網。各種生物都彼此支撐大家。濕地對人類同埋地球都極其重要。佢唔單止為好多動物提供食物來源同棲息嘅地方，亦為人類提供大量嘅天然資源。濕地亦都被譽為地球之腎，能夠協助調節氣候、淨化環境。濕地嘅植物會分解水中部分重金屬、污染物、病原菌等等，幫助淨化水源。紅樹林亦係一個天然防波堤，可以減緩海嘯或者洪水嘅衝力，有效減低天災帶嚟嘅傷害。所以濕地擔當住一個不可或缺嘅角色。正正因為濕地咁重要，我哋更加需要正視濕地面對緊嘅危機。氣候變化令濕地嘅入面嘅生物更難適應環境，好多候鳥都有機會因為氣溫上升或者更多極端嘅天氣而未能遷徙到目的地。城市發展令濕地嘅面積大幅減少，令濕地動物嘅棲息地越嚟越少。而環境污染包括水污染同光污染，都會對濕地生物有影響，危害濕地嘅生物多樣性。想保護濕地，不如先由認識濕地開始。歡迎大家入嚟探訪米埔自然保護區，一齊探索更多有趣嘅濕地知識，學習點樣喺日常生活入面保護濕地。同學仔，考考你，你哋可唔可以舉出一種濕地同我哋日常生活嘅關係呢？大家回想一下，我哋平時嘅早午晚餐，其實已經可以揾到答案㗎啦。我哋平時食嘅稻米同蔬菜，飲用嘅淡水，都係嚟自濕地㗎。濕地同我哋嘅日常生活一直都係有好緊密嘅關係。